Hello， 大家好，嚟到2026年1月1號，又係叱咤嘅日子啦。今年係第3年參與呢個頒獎禮。喺欣賞呢個 vlog 之前，麻煩你訂閱我哋嘅頻道，撳 subscribe 個掣先。咁準備好啦，我哋而家開始。今年嘅叱咤同上年嘅叱咤有咩分別呢？當然最緊要就係套衫啦，但係個精神就冇變，都係影一輯相，跟住先至會去個現場 rehearsal， 再到 show 嘅。將呢個衫好有挑戰性，因為好複雜。你哋 hold 住呢個，係啦 ，hold 住呢個。今年都有一個特別部分，今年所有 DJ 嘅衫都係由我同埋揾咗個香港嘅服裝設計師同埋一個珠寶設計師整咗佢哋今晚嘅服裝。咁自己今年喺音樂上好勤力啦，出咗我嘅專輯 Nude 啦，做咗好多個 cover。佢有60個明星 friend，舊年同佢唱 cover 唔可以嘢佢。65個明星都冇我哋份嘅。去咗好多個地方俾大家去認識我嘅音樂啦。心肝寶貝今日嘅服裝都係同呢隻碟非常之吻合。我早排 YouTube 度咧就睇到有一個服裝設計比賽 Making the Cut， 佢係有啲似 Project Runway， 即係揾啲唔同啲好新鋭世界各地嘅設計師，有好多嘅 challenge 咁樣嘅，個個咧超級厲害，好有經驗嘅設計師。其中一個最 catch 到 attention 咧就係有一個24歲嚟自比利時嘅 designer 叫做 Sander Bose， 已經出咗自己品牌嘅一個設計師啦。啱啱嗰個星期咧行咗佢個最新嘅 show， 咁咧就俾我睇到一套衫，就係我今晚嗰套衫，我就喺度研究，哇，好貼切。因為咧大家睇我呢個專輯會睇到中間呢條線係人手逐條咁樣穿入去嘅，前後都有嘅。因為呢隻碟係講重組自己，即係好似發現自己嘅傷口，揭開自己嘅傷疤，然之後重組愈合咁樣，好似愈合翻自己嘅傷口。當時影嘅相都用咗 latex 做嗰個物料咁樣啦。嗰件衫睇到咧底色係 nude 色㗎啦，碟個名啦 nude 啦，佢係好多塊膠片用咁樣嘅方式穿起佢去拼接出嚟嘅。衫個形狀其實係一個心形嚟嘅，咁我又好想帶啲愛俾大家，我就覺得哇好啱。跟住同佢傾完之後，咁佢就好好啦，特登喺比利時飛翻嚟香港。我一試嘅時候係哇超級無敵難着，1000個難題，真係因為太有意義啦，我覺得着啦，最緊要好玩啊嘛，大家一齊百花齊放，大家玩得開心啲，當係一個遊樂園咁樣。今日嘅行程而家就開始化妝，繼續睇埋落去啦。I'm shooting a vlog， 唔該講打氣嘅説話。打氣嘅説話。同埋阿哥哥講一句打氣嘅説話，你話好嘢，又話哥哥好嘢咁樣。點解你阿媽唔着褲嘅 ？He's not wearing any pants, Jerome。唔講係咪啊？講啦。喂，爸爸，咁你出去，我哋着衫。好啦，而家出發，但係好想食個麥當勞添，唔知講過一次。前年叱咤，即係我第一次出席嘅時候，着咗 Balmain 一套白色嘅西裝。嗰一次就因為係我第一次參加，我就想乾淨得嚟又有隆重嘅感覺。跟住上一次，我哋香港有一位好厲害新晉珠寶設計師華麗登場，就係佢啦。大家平時睇叱咤，每位歌手同埋 DJ 都會有一個火嘅 pin 噶嘛。Kelly 將呢一個 pin 設計咗一個托啦，佢真係非常之好心機。首先個托啦就係寫住903啦，佢咧係有粒識得喐嘅一個石，成個配件嘅流動性強咗好多。有粒紐啦，即係同我哋整衫好有關係啦。咁呢個窿咧揼呢個落去，首先咧就將呢個針垂直咁樣穿入去，拍咗落去係咪？後邊咁樣扣翻，變成咗咁啦。TT 每一個 DJ 都會因應佢哋嘅節目名整咗個 badge， 叱咤樂壇啦，後邊有個夾嘅扣入去，就係咁樣樣。好靚咯，同埋我想講個手感係好好咯。多謝 Kelly 慷慨解囊，有唔同嘅牌啦。咁喺整呢個嘅時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咁因為當初設計嗰陣，我就想係加碼有啦，仲有 Tiger 嘅 styling， 跟住再 crossover 903，先會諗到可能有啲布嘅 element， 衫嘅紐啊 fabric 冇啦。你個難題就係咁咋？做㗎，因為要 top 冚咯。嗰個片咁樣先高級好實在，冇啦。完咁勁，講幾個困難嘅點都噏唔出，可唔可以留一個俾我？留一個俾你咩啊？我們什麼都不是。唔係，都係冇嘢啦。好啦，而家準備去 rehearsal 啦，年年都係一樣嘅行程啊。好，收到，唔該。你而家去緊邊啊？去喺後邊啦。你又係第一個。我哋叱咤頒獎典禮今次嘅16位 DJ 嘅服裝，我哋揾嚟 Amazing Cut 冠軍嘅設計師，今年仲喺唔同嘅 award 裏邊攞咗好多獎項嘅 Tiger。
設計出嚟，有大部分仲要係因為今次做出嚟用咗個幾月時間，可唔可以分享下成個感覺？其實今次10幾套衫啦，經典嘅顏色為主，款式上面用咗一啲禮服，加多少少有趣或者 contemporary 少少嘅變化。禮服嘅褸可能係 blazer 下邊係變咗裙，阿領嗰套係一套工人褲，但係你用嗰個物料咧，我又好中意，摸落去好似膠，但係其實佢係 cotton 嚟嘅。皮褸嘅感覺，你事實上會輕便好多。譬如話 Oscar 嗰套啦，即係一個爛咗嘅 sofa，拆咗個層皮，跟住再整一件衫。今年收到呢一個任務嘅時候咧，就諗不如試下 focus 喺個線條多啲，黑色為主或者係白色，一啲簡單啲嘅色調咁樣。我覺得 Tiger 佢做啲衫咧，全部都好重工，即係攞上手咧好 well made。咁你覺得有冇咩困難啊？做緊嘅時候，時間比較趕，未有 idea 嗰陣，或者係 design 上面未確定到嗰陣，我就會有少少不安。方向定到落嚟之後，其實就順利，彈一聲就搞掂。係。一年一度嘅叱咤又完結啦。個 opening 咧有一段係方大同嘅一個 tribute 嘅表演咧，嗰 part 我係覺得好感動。嗰個心態係覺得哇好睇嘅一個咁嘅 show，即係見到大家嘅努力有一個 reward， 我覺得係好戥大家高興。我最中意睇到啲好感動嘅 speech。今日我覺得最感動到我就係陳蕾攞女歌手銀獎。好多時候作品你要感動到人，你首先一定要感動到自己。Actually Jace 講都好啱，相信音樂唔係數字，係好同意。每年叱咤都會有好多得獎，好玩，玩得好開心，成晚個 pat pat 都係坐得個半張凳，因為件衫太壓榨，頂住咗周欣婷成晚，但係好開心。希望佢唔好怪我。拜拜，下條片見。今日係1月2號，唔係1月1號，我又着住呢件衫啦。為咗拍 reel，我又着住呢件幾10磅嘅衫，困住咗喺個位度。